本港受到一道活躍雷雨帶影響，入夜後有連場大雨，有雷電交加。突如其來嘅大雨，遇在放工時間，市民普遍都好狼狽。由挨晚6點到8點，天文台錄到4800幾次閃電。另外，政府接獲84宗冧樹報告，其中九龍塘牛津道有一棵8米高嘅大樹，晚上7點前冧咗落嚟，橫跨來回行車線，壓住2架私家車，冇人受傷。當局派員將大樹鋸走。天文台係喺6點4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，20分鐘後改發紅色，1個鐘頭後就取消所有暴雨警告。大雨為九龍東、將軍澳、沙田同西貢帶嚟超過50毫米雨量。天文台就預料聽日仍然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。香港天台記者文家豪報道。